我呢度咧又要講下美國嗰個民主黨啦，即係響好多事件咧都係民主黨嗰啲極左嘅人先跳出嚟啊，先講一番言論，即係打定個基調，然後咧其他民主黨中間嘅人就唔出聲啦。咁好似佢啲極左嗰啲民主黨講嘅嘢咧，就代表晒整個美國民主黨啦。即係好多時都係咁樣。咁呢啲極左嘅人咧，佢講嘅嘢咧係咪符合民意咧？大家都唔知道，基本上唔可以符合到美國嘅大多數人嘅利益或者係意見，因為美國民主黨而家係俾極左嘅人咧控制住，咁極左啦，咁點會可以代表大多數咧？係咪？咁好明顯你馬杜羅事件啊，每個國家每個團體都根據自己自身嘅利益啊去評價啦咁。你美國民主黨嗰個極左嘅 AOC 啊，同埋曼丹尼一早就跳出嚟，都唔理民意係乜嘢啦，就剔晒，就即係踩位置，即係點樣講啊？排隊站隊，咁啊就同馬杜羅一齊啦，就支持佢譴責川普。咁你咁樣你係代表你民主黨嘅利益咩？係咪？即係咪代表民主黨嘅利益咧？咁民主黨嘅利益應該同民意係相咩噶嘛？你而家民意好明顯，股市係大升，民意大多數嘅美國嘅民眾都係支持川普呢個咁嘅做法，因為費用低，效果好，係咪？美國大把石油啦，咁你美國民主黨嗰啲咁嘅極左，咁啊代表晒民主黨，咁而家你咁樣嘅即係話你同馬杜羅響埋一齊呢個咁樣嘅觀點啊，係符合咩利益咧？係符合你民主黨嘅利益咩？肯定唔係啦，因為民意唔響度啊嘛。咁只有符合咩利益？就符合呢啲政客，民主黨嗰啲政客，特別係極左嗰啲政客佢啲利益啊 ，AOC 啊、Bernie Sanders 啊、曼丹尼啊。咁即係所以講美國民主黨如果真係咁樣走落去咧，真係好可悲。對佢自己民主黨個本身對美國真係一啲好處都冇。咁我哋呢啲中間派啊，我哋並唔係話係阿川普嘅粉絲或者咩，我哋只係想比較理性啊，中間嘅一啲對美國啊係未來長遠發展好嘅。我哋呢啲係咁樣嘅選民或者係咁樣嘅意見嘅人。但係美國如果今時今日美國民主黨嗰啲極左嗰啲人控制住佢哋嗰啲做法啊，真係好難頂啊，應該講。